我唔知我哋跑咗幾耐，只記得啲腳好似灌咗鉛咁重，通道越走越窄，空氣入面開始有股金屬味，夾雜住一陣冷氣機嘅聲，嗡嗡，唔似廢棄地方會有嘅聲。我忍唔住講，呢度有電。阿玲抬頭，牆角嗰盞白燈閃咗下，再亮起，冰冷到刺眼，成條走廊都亮晒，兩邊牆係不鏽鋼面，乾淨得嚇人。地上仲有啲新鮮鞋印，唔係我哋嘅。阿欣走到我前面，聲音好輕，佢哋喺前面。我問邊啲，佢冇答，只係望住盡頭嗰度。我哋小心翼翼行到一扇自動門前，門上面貼住個紅色標誌，實驗區或0號層，門冇鎖，淨係掃一掃就打開。門內係一個巨大空間，幾乎成個地鐵月台咁大，四周牆壁都有鏡頭。監控屏幕，一排排金屬門，好似監倉。我走近其中一塊屏幕，畫面閃咗幾下，畫面入面居然係我哋三個，同樣嘅衣服，同樣嘅位置，甚至同樣嘅動作。我全身一動，呢啲係錄影。阿玲搖頭，唔係，好似即時畫面。我抬頭望住鏡頭，心入面一沉。屏幕入面嘅我同樣抬頭望返落嚟，動作一模一樣，連呼吸節奏都同步。阿欣拉住我個手，叔叔，你知唔知？我哋好耐之前已經喺度。佢講呢句嘅時候，聲音好淡，好似講緊事實咁自然。我心入面湧起一股寒意，咩意思？佢望住遠處嗰排金屬門。我記得我喺其中一間醒過，入面好凍，仲有水聲。我走過去，打開最近嗰間門，門入面有一個透明玻璃窗，裏面係一具人形，白到幾乎透明嘅皮膚。唇色發青，胸口貼住電極，我定眼一睇，隻手都忍唔住震，嗰張臉就係我自己。我退咗一步，心口好似俾人揸實。咩嚟？我完全唔敢信，走近玻璃窗，用手指敲下，嗰句我冇屈，但我聽到一陣極微弱嘅呼吸聲，似乎仲活緊。阿欣低頭，聲音好輕，呢度唔係避難所，呢度係觀察室。我望住佢，你點知？佢指住牆角其中一個控制面板，上面寫住人類極限反應觀測項目。我走埋去，見到屏幕上面滾動住數據，溫度、壓力對應心率波動，群體恐慌階段觸發率，樣本01、02、03，樣本03，就係我哋。我腦入面一片混亂，一切都好似俾人安排好咁。阿玲捉住我手，阿文，我哋走啦，唔好留喺度。我望住佢嗰雙手，都喺度發抖。我壓咗幾秒，最終只係點頭走，但要搞清楚呢度係咩地方。講完呢句，後面傳嚟一陣的聲，控制面板自動亮起，屏幕上浮出一行字：樣本03，實驗進度達成97%，請返回觀測區。阿玲即刻捉緊我，佢哋知我哋喺度。我抬頭望住天花板上啲攝像頭，全都轉向我哋。一陣冷風吹過，整個空間好似活咗。啲燈突然全部亮晒，刺到我哋幾乎張唔開眼。我條反射神經即刻拉緊，拉住阿玲同阿欣貼牆壁。幾秒之後，喇叭聲響起，一把男聲用機械調出嚟咁講：樣本03組，請返回觀測區，實驗尚未結束。嗰把聲冇感情，完全聽唔出係真人定錄音。我心入面即刻起雞皮。觀測區，我哋唔係人咩？阿玲忍唔住怒喊：你哋係邊個？出嚟講清楚！回音喺走廊反彈，冇人回應，淨係嗡嗡聲更大。我哋沿住走廊快步走，想揾出口，但走廊一條條延伸出去，好似迷宮咁。我心入面有種越嚟越唔對路嘅感覺。呢啲設備太新，代表有人一直維修緊。換句話講，呢度根本冇廢氣。阿欣行得最前，突然停低，有人，我即刻拉低佢，抬頭望前面主角位，真係有個白袍男人。佢推住架實驗車，戴住口罩同護目鏡。我哋三個即刻閃入隔離通道，透過玻璃睇，嗰男人走入其中一間實驗艙，開始對住一具人體調整儀器。我細望嗰具人體係阿輝，佢眼未開，但胸口貼滿電極線，顯示心跳微弱。阿玲掩住嘴，咩話？阿輝仲喺度。我哋等嗰白袍男人離開後，衝入房。佢哋真係有系統，有編號。呢度係政府設施定私人組織？阿玲撳咗幾個按鈕，阿輝個艙門咔一聲開咗，
佢猛咳兩聲，呼吸斷斷續續。你哋，佢聲音好啊，好似啱啱喺地獄返嚟。我扶住佢，阿輝，你點會喺度？佢慢慢開口，佢哋唔係救我，係要測試我哋。測試？係啊，之前個信號槍，佢哋俾我，要我觀察你哋反應。阿玲一聽即爆粗，即係你一早知。阿輝搖頭，我以為只係普通求生實驗，冇諗過真死人。佢講到呢度，胸口忽然閃紅光，的聲響起，佢個人開始抽搐。我大喊阿輝，但嗰塊胸口嘅電極自己爆咗火花，整個人僵硬一秒，斷氣。突然通道燈光閃動，警報響成一片。阿玲拉住我，阿文，快啲走！我哋抱起阿欣狂跑，後面傳嚟鎖門聲，咔咔咔一格格封死。我哋撞入一條寫住核心控制區嘅通道，裏面係一個圓形房間，中間有個透明圓筒，入面浮住一個人形。我走近睇清楚嗰張臉，又係我。玻璃筒下方開始滾起泡，幾條管線插入佢胸口，輸入啲透明液體。控制台自動亮起一排字，樣本03啟動中，複製體同步率98%。我心跳幾乎要爆。複製體，即係我先係假嘅。阿欣望住我，眼神有啲古怪。叔叔，我早就話，佢哋喺睇我哋。佢指住天花板，果然有一整排攝像頭，啲紅燈齊齊閃。我腦入面一片亂，回想起之前嘅所有畫面，冰雪、屍水、信號槍，有冇可能？嗰啲都係佢哋設計出嚟嘅模擬。我嘗試撳控制台，但嗰啲界面不停變換，彈出一個個監控畫面。畫面裏面唔只有我哋三個，仲有其他地方無數個我，喺唔同環境底下掙扎求生。高溫、暴雨、地震、黑夜，我雙手發抖。喺其中一個畫面見到我喺超市度搶糧，我喺船上漂浮，我喺地鐵淹死。每一幕都係我，但我完全冇印象。阿欣反而好冷靜，佢行咗去控制台前面，輕輕撳咗個掣，房入面嘅燈瞬間熄晒，只剩玻璃筒閃緊紅光。嗰個我張開口，好似想講嘢。版本錯誤，樣本3，請回到休眠區。我聽到嗰句嘅時候，心跳停咗半秒。佢話版本錯誤，即係話我哋唔係原版。我走埋去，用盡力敲玻璃，講清楚，我係邊個？阿欣忽然抓住我。叔叔，走啦！我轉頭見到牆壁開始裂開，一條條紅色警示燈閃爍，系統崩潰，整個空間開始震動，頂上啲鐵管不停滴落黑色液體。我拖住阿玲、阿欣跑出控制室，後面傳嚟金屬爆裂聲，通道盡頭一扇緊急門自動打開，冷氣一湧出，幾乎吹動我個肺。門後係一條向上嘅升降梯，樓層標示地面出口。我哋三個幾乎同時衝入去，升降梯開始上升，指示燈從-761一路跳。我靠住牆，呼吸亂晒。我哋真係可以走得甩？阿玲搖頭，唔知，但總好過留低。當升降梯到負1層時，忽然停低，燈閃咗幾下，喇叭傳出一把聲，嗰個冷冰冰嘅男聲，樣本03，測試階段結束，感謝你嘅參與。我抬頭望上去。升降門打開，外面並唔係地面，而係另一個一模一樣嘅地下通道，空氣、牆壁、味道全都一樣。我聽到自己嘅聲音從對面傳嚟，你終於返嚟啦！我抬頭望對面企住另一個我，佢露出個笑容，伸出手，下一個回合開始啦。